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7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这就是我至权的上主要对以色列人民宣布的话：终局到啦！以色列国四境的终局近啦！以色列啊，你的终局到啦！我要对你发大受气。我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，要因为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。我无要怜悯你，无要同情你，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照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。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权的上主佫讲：看咧，灾难会一个接一个临到。你的终局近啦！你的终局到啦！看咧，你袂走闪得啦！国内的子民灾难临到啦，时到啦，日子逼近啦。山顶的祭坛要有混乱，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。我真紧就要将我的大受气摒伫你身上。将我的受气拢摒互你，我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，要因为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。我无要怜悯你，无要同情你，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照你所做通厌恶的事刑罚你。安尼你就知甲你刑罚的是我上主。看咧，迄日来啦！灾难已经到啦，骄傲已经布艺，管仔已经开花，强暴兴起，变做刑罚歹人的管仔，因所有的拢要无去，财富尊贵拢要失去。时到啦，迄日近啦，买的人毋免欢喜，卖人毋免伤心，因为上主的大受气要降落伫因众人身上。无一个卖主会当活到甲伊卖出去的买转来，因为上主关系即个人民的意向一定袂废止。无人会当伫家己的罪恶中保全性命。因分扫角，军器准备好势，毋过无人上战场交战，因为我的大受气要降落伫众人的身上。上主讲：城外有战争，城内有瘟疫、饥荒，伫田野的人拢要死伫刀下，城内的人拢要病死、饿死。因中间闹人逃脱，要伫山顶为家己的罪，亲像山谷中的粉鸟，哀怨吐气。因逐个人的手拢无力，行甲骹酸手软。因要穿麻衫，规人惊吓，尿尿喘，逐个人拢剃光头，见笑无面子。因要将金银ฮ็伫街路，亲像等粪扫共款。伫上主发大受气的日，金银无法度解救因，因为金银袂当满足因的欲望，袂当互腹肚食饱，颠倒互因跋倒犯罪。因捌夸口因水的珠宝，搁用遐个珠宝铸造通厌恶的偶像，所以上主要互因看家己的珠宝做污秽的物件。我要互外族人甲伊抢夺，叫匪徒甲伊抢劫，因要甲伊拍拉散。我要面越走毋插以色列，出在我圣的所在受亵渎，互强盗入去亵渎。日仔着准备好势，因为逐所在拢有杀人流血的事，逐乡镇充满强暴。
我要互上凶恶的民族来占因的厝，互列国亵渎因敬拜的所在，互强暴的人袂阁藏手。灾祸到啦，因得求平安，毋久无平安。灾难了后，阁有灾难，歹消息煞接歹消息，因找先知求异象，毋久无路用。这时无阁有教导，长老嘛袂当甲人民指导。国王悲伤，领袖失望，人民惊甲皮皮喘。我要照因的行为办因，照因判断人的方法甲因审判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